万姑娘，钦差大人随后就到，你可要小心伺候啊。放心吧，裘老板。如今小女子已经没有了依靠，也想着能讨钦差大人欢心，谋个出路。万姑娘色艺双绝，我相信钦差大人一定会对你动心的。你先准备一下。 大人，到了。龙大人，这就是逍遥阁了。这逍遥阁建的还真是别致，这琵琶弹得更是动人。本官还从没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。这逍遥阁内的布置啊，更是别致。曾经有一位京城来的姓张的大人，他一连在阁内住了1个月，都不想出来了呢。这么说，这个逍遥阁是一个能让人乐不思蜀的温柔乡啊！我家大人为龙大人准备的礼物就在阁中，还请龙大人独自一人进屋领取。哎，护卫大人，你还是先去耳房待着吧。这不到天亮啊，估计龙大人是不可能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家大人给龙大人的礼物，您先收好了。护卫大人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是说这龙大人就是那一伙神秘的客商？没错。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此人气宇不凡呢。杨参将跟他发生冲突，我还帮忙拦着来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杨八总是被这龙大人一伙所杀了？应该是错不了。其他人没这么大本事，更没这么大胆子。淮阳村那10余个不肯搬迁的刁民，也是被他们藏起来了。老爷，我看这个龙大人不怀好意呀。如果说我们连这美人计都失效的话，那看来我们只有是铤而走险了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呢。老大，你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呀？我是你老大，当然不能让你做美人计了。祥和，本来你就有伤在身，还未痊愈，本不想辛苦你。可是我看这龙山的护卫个个都是一把好手，一般的兵士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卑职的伤不碍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呢，见势不妙，咱们立刻动手。祥和呀，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负责缠住那个李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弹琵琶了？我一直都会啊，我不光会弹琵琶，我还会弹琴呢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会，可是你不说你什么都学而不精吗？你这琵琶弹的可比宫里的乐伎要好多了。我那是谦虚啊。那再给我弹一曲呗。再弹一曲啊？好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弦断了，弹不了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老大，那刘德昭给我准备的美人呢？别找了，被我迷晕了，藏起来了。藏哪儿去了？哎，刘德昭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让我瞅瞅呗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见到她。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？我知道，你平时就是个色狼，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乱了分寸。你要是被色了，那你一世英名就被毁了。我怎么平时就是个色狼啊？我要真是色狼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吃了。既然你都叫我色狼了，要不然我就把色狼这个名声给坐实了吧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咸猪手，不，咸龙爪，离我远点。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？
我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浴又怎么了？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一环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。春秋两岸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，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要破此香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，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电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。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。
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易欢名节之事。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卑职听到阁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，还有追逐嬉戏声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，还有女子呼痛的娇呼之声。看来龙大人兴致很高。开在眉间，弹千秋。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别再说话了，我们觉得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催情香，你们刚才都中招了。催情香？难怪我刚才只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，只能用重手法点了你们几处痛穴，刺激你们清醒过来。还请主子恕罪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易欢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。欢妹，你刚才也中了催情香，才会乱了神智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有夫之妇，千万不要做出玷污我们李家门楣之事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更不要害主子落下一个夺人之妻的恶名，有损他的威严。不过，刘德昭安排了人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，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原来易欢妹妹和我一样，早已许配了人家，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像我的老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若是不说话的话，岂不更尴尬？其实，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先退婚，然后再嫁给我。呸呸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大，龙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，只能吐出龙涎。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咱们说点正经的。李建清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他当然是我哥哥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亲哥哥。亲哥哥，如假包换。可是他刚才看见我们在水里那样，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他是因为他以为这屋里还有刘德昭的人，他拔剑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在看着我，像针尖一样锐利。虽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我的心却不寒而栗。原来龙小弟，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？可能吧。如果不是你说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呢。你看你，越说越离谱了。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在成亲之前出什么意外。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，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，有别的男子
打他们的主意，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猪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回来。你走以后，我心里总是不安宁，老想着我刚才是不是把话说重了，让你不开心了。对啊，我就是不开心了。我逗你的，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啊？一件事情放在心里憋那么久。你没生气就好。刚才我忘了问你了，今日在敖府可有什么发现？也没什么，不过发现了2箱信件，是鳌拜跟大臣们的往来信件。鳌拜跟大臣的往来信件？嗯，有没有呈给康熙？这个索额图一看到吧，重视的不得了，马上把信件抬到了御书房，交给了龙小弟。啊，这个龙小弟看到信件以后，那个脸色就跟你刚才一模一样，严肃的不得了，让人害怕。太好了，不就2箱信件吗？这么开心干嘛？环梅，你不明白这2箱信件意味着什么？鳌拜把持朝政这么多年，朝中上下谁不赶着巴结？这2箱信件一定牵涉了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康熙如果顺藤摸瓜，一一展开追查，那整个清廷势必会闹得天翻地覆，人心惶惶。这样的局面，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过猪哥哥，如果朝廷大乱的话，这对咱们全天下的老百姓真的是件好事吗？自然是好事。只有把他们赶出山海关去，恢复大明江山，这天下才能太平。哦。难道这是一出鸿门宴？康熙想借此机会对群臣进行大清洗？这个御花园中必定埋伏了大量的兵士，我怎么没有听到半点异常响动？难得今夜月色如此美好，更难得朕能忙里偷闲，与诸位爱卿一同畅饮赏月。诸位爱卿，一同陪朕共饮一杯吧。谢皇上恩典。朕自8岁登基，至今已逾9载，却还是第一次如今夜这般，与诸位爱卿一同轻松享乐。回想起朕亲政前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处处是鳌拜掣肘。纵然想与诸位爱卿一同饮酒赏月，君臣同乐，却不可得呀。来了，切入正题了。皇上，奴才恭贺皇上铲除权奸，重振朝纲。奴才恭贺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建议邀诸位爱卿前来御花园，除了赏月，还想请诸位爱卿看一出小戏。
这2个箱子是朕从鳌拜府上的一个密室中搜得的。朱爱卿猜一猜，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朱爱卿这是做什么？这2箱文书今日下午才从鳌拜府中搜得，朕到现在还一封都未曾打开过。这壶里装的是桐油，他想做什么？今儿个，朕就跟诸位说几句交心提起的话。这些话不适合在朝堂之上说，只适合在这儿对着清风明月说。臣等恭听圣谕。朕知道，在今夜之前，在诸位心中都一直有爱新觉罗有朕，但更有鳌拜。朕不怪你，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诸位若是不明哲保身的话，只怕就像苏克萨哈一样，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。你们委曲求全，也算是为我大清保存了实力，所以朕既往不咎。但自今夜始，诸位心中就只能有爱新觉罗，只能有朕。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你可知道今天哀家一共召见了多少大臣们的诰命夫人吗？这孙儿不知。从上午到下午，这慈宁宫就不得清静了。来看望哀家的这些诰命夫人多达40余人呢。有一些人还有些要求，都被哀家给回绝了。皇祖母，只怕他们都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借着探望的名义，想打探一下孙儿如何处理从鳌拜府中发现2箱密信之事吧。是啊，这些个人个个
都像猴精似的，明明为此事而来，但没有一个就那么开门见山的指出来，而只是旁敲侧击的打听。所以呢，哀家呢也就给他们装个糊涂。皇祖母要是早一点给他们吃上一颗定心丸，也不至于他们担心害怕一整天呢。哎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心里想什么？皇上和哀家心里像明镜似的。皇上，说实话，哀家以为你最终会选择宽恕他们，但没想到你会用这种火烧密信的方式，让他们的心病一了百了，死心塌地地对皇上臣服。这就要感谢皇祖母平时的教诲了。皇上，你真是长大了，今后只要你在儿女私情上能够稳重，不乱心智，哀家就放宽心了。什么？康熙用一把火把那些密信全都给烧了？真没想到，康熙是这么可怕的一个对手。鳌拜虽然残暴，却是有勇无谋，反倒比康熙好对付。这次我们真的是失策了。朱哥哥，那我们对手这么强大，要不然咱们放弃算了。不行，对手越是强大，我们越不能屈服。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打败他。这个天下只能姓朱，不能姓爱新觉罗。玄烨，你个无知小儿！老夫虽然是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八旗子弟。你我之间的君臣矛盾，不会动摇大清的根基。而那个李氏兄妹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来历不明，行为诡异，说不定就是那反清联盟的余孽。玄烨小儿，你果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。你被那李易欢的美色所迷惑，你被李氏兄妹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们这些八旗子弟打下来的江山，终将要毁在你的手上。老夫倒要看一看，你有何脸面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。我在这儿呢。蓝小弟，你干嘛呢？一个人看着前面发呆。朕就是想起来那一日探监，鳌拜所说的话。鳌拜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其实早在朕行动之前，他就已经知晓了朕的计划。有人向他泄了密。泄密？谁会跟他泄密啊？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哥哥。怎么可能啊！鳌拜这个人啊，这个时候还不忘挑拨离间，真讨厌。龙小弟，你不会上他的当信了吧？朕有那么笨吗？那就好。我呀，本来是鳌拜精心安插的一颗棋子，他一边用大补丸威胁我，一边又假惺惺的让我做他的干女儿，软硬兼施。所以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到最后我会帮你一起对付他。他心里啊，肯定恨透我了。老大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朕都明白。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就是李欢啊，也是你的笔墨诗书小丫头啊。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？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你看，你说不会上当，但是现在还是在怀疑我们，对吧？朕哪有怀疑你们呀？朕不过就是起了好奇心罢了。龙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跑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不愿意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。
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可以了吧？老大，朕不过就是随口问问，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自然是相信你们兄妹的。这鳌拜啊，本就在宫中安插了许多奸细，极有可能是上次给朕下毒的那个内侍向鳌拜透露了秘密。鳌拜不过是想嫁祸到你们兄妹身上罢了。你放心吧，朕一定不会中了鳌拜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还是你大气。老大，你的手伤还没好，这段时间啊，你就好好待在永乐斋休息吧。这山西大旱，朕还要忙着处理赈灾的事宜，还要清理鳌拜的余党，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康熙盘问你我的身世，显然是听了鳌拜之言，对你我已经起了防备之心。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千万别露出破绽。你不要幼稚地认为他真的会把你当成是老大，当成是朋友。可是龙小弟他说了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他是相信我们兄妹的。这话也就只有你会信。康熙8岁登基，在这风云诡谲的皇宫当中能够顺利长大，如今又不动声色地收拾了鳌拜，他的城府之深，远非你我可以想象。他对你我好，就像我们对他好一样，不过是为了利用而已。小师妹，大师兄说的对啊，虽然你是冰雪聪明的孩子，可是也太容易轻信别人了。你忘了康熙以前是怎么骗你的？雪姐姐，没想到他身为皇上，居然撒那么荒唐的谎。皇帝就不会撒谎了吗？皇帝是全天下最会撒谎的人，否则如何骗得所有人都臣服于他呢？龙小弟，你对我真的也只有谎言和利用吗？索图，臣在。奕欢不肯告诉朕他的来历，你怎么看？好，回皇上的话，像奴才和明珠这样的大臣府中，都养着一些幕僚人士，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江湖上的能人异士。这些人从来对师承来历不肯明言，显得高深莫测。这可能也是他们江湖人士的一种潜在的规矩吧。奴才也从来都很少刨根问底，只是择其长处而用之，择其短处而易之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全看用人之主如何驾驭。是啊，皇上，您说的是。奕欢能坦然直言，也总好过他编一些谎话来骗朕，对吧？是啊，皇上，奴才以为这鳌拜所说的话，用意都是挑拨离间。李氏兄妹是否有异心，那日久自可见人心。以皇上您的圣明，那是一定会察觉得到的。而且奴才也会悄悄地在暗中注意着他们。好。对了，鳌拜所言，只能你与朕二人知晓，切不可歪写，尤其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，更不能让李氏兄妹察觉，明白吗？这，奴才明白。奴才索额图叩见皇后娘娘。索大人不必多礼，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三叔。三叔，那个李奕欢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什么品质位分都没有，皇上还单独给他赐了一个笔墨侍书的职位，还给他在后宫单独赐了所宅子，不伦不类，还真是开了我大清朝的先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些话就在奴才面前说说得了，可千万不要在别的人面前提起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皇上会不高兴的。皇上从未对任何女人另眼相看，本宫这心里
总有些不踏实。皇后娘娘不要忧心，她李易欢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汉女，而且还定过亲。皇上再怎么喜欢她，也威胁不到皇后。而且皇上啊，也只是图一时的新鲜，等这股劲儿过了，说不定就丢开手了。再说了，这李易欢毕竟帮着咱们斗败了鳌拜，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痛打落水狗，不给鳌拜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别的什么，都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之后，咱们再说吧。三叔说的有道理，本宫就暂且忍耐一下。哎呀，好热呀！自打我从明珠谷到京城，就一直没下过雨。这天热得太不正常了，连荷花都受不了了。师叔姑娘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皇上啊，宣你去用膳呢。最近山西直隶两省大旱，后宫已经多日不沾荤了。皇上为了潜心祈雨，也好久没有开荤了，让我去用膳。难道皇上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，叫我悄悄过去打牙祭？师叔姑娘，这可是连皇后都没有得到过的恩宠。看来皇上对你还真是与众不同。谢谢李公公，让我去吃好吃的啦！快去快去！小丫头，你别得意，当初中堂大人可比你还受宠，到如今还不是在天牢中等死吗？皇上，侍书姑娘来了。皇上，奴婢给皇上请安了。这些天是不是馋坏了？过来吧，看朕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。哇，烤鸭！哇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刚刚看你行礼的时候还学得中规中矩的，一见到吃的就原形毕露了。切，民以食为天嘛。皇上前段时间下旨，这后宫啊，除了太皇太后还有几位老太妃以外，其他人饮食都要撤去金银器皿，直到上天垂怜降下甘霖。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个个饿得眼睛都发绿了，皇上你倒好，独占一只烤鸭备着我们吃。这不是有好吃的就叫你过来了吗？看看都有什。哎，这除了烤鸭以外，你吃的跟我们都一样啊？怎么，在你心中，朕就只能是一个口是心非、不能以身作则的昏君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？我才没有那么说呢。这山西直隶等省接连大旱，饥民遍地，朕也有言在先，天子要与庶民一样，同甘共苦，所以，朕只有这些清粥小菜了。侍书姑娘，您这几日在永乐斋养伤不知道，皇上啊，其实跟大家一样，素衣素食的。太皇太后啊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下了一道懿旨，今天给皇上加了一道菜。这不仅是太皇太后的懿旨，也是太皇太后对朕这个孙儿的一片慈爱之心。朕不忍负了他老人家之意，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祈雨的诚心。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爱吃烤鸭，所以就特意把你叫过来，让你替朕把这盘烤鸭吃了。皇上，你都瘦了。你的注意力终于从这烤鸭身上转移到朕身上了，能不能别取笑人家呀？那朕瘦了，你心疼吗？心疼。皇上是龙嘛，饿坏了龙体，那还得了啊？现在没有外人在，朕更喜欢听你叫朕龙小弟。龙小弟，不然咱们俩把这盘烤鸭一人一半给吃了吧？那可不行，朕是在神灵面前发过誓的，要一直戒食荤腥，直到天降甘霖。朕可不能违背誓言，欺瞒神灵啊！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？朕的脸上有花吗？我只是觉得，龙小弟其实你长得也挺好看的。
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朕什么暴君啊、昏君啊，还是什么全天下女人最不值得爱的男人。难得破天荒你还夸了朕一次啊！龙小弟啊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降不降雨跟吃不吃烤鸭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也不是特别相信神灵，可是我跟你是结拜兄弟，那就要同甘共苦。既然你不吃烤鸭，那我也不吃，我跟你一起守信，对神灵的誓言。真不吃？当然了，这么看不起我呀？你以为我就是个贪吃的小馋猫吗？好好好，是小弟小看了老大了。那老大就陪着小弟一起吃这些清粥小菜吧。不过我得把这盘烤鸭搬远一点，要不然我看着心里太痒痒了。龙小弟啊，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，咱们在这儿节衣缩食的也没什么用吧？所以啊，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建驿馆安顿灾民，开官仓赈灾。朝廷呢也拨了一些赈灾银两，还令地方官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帮灾民抗旱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家乡闹旱，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收。我呢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，那种挨饿的滋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太难受了。你说的那次灾情啊，朕也记得，但这次的灾情比那次更为严重，所以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赈灾措施以外，还每天晚上亲手抄佛经，祈求天降甘霖。抄写佛经？皇上，我现在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。好，吃吧。好吃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来人！皇上怎么了？哎，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您可要保重龙体呀！世淑姑娘，您快劝劝皇上吧。皇上他说，天下大旱，这都是他的过错，他要责罚自己。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，那都用的不是墨，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。多嘴，快！李公公，你在意？皇上这脉象不对啊。虽说皇上日理万机，劳累过度，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，但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。皇上以血代墨抄写佛经，都抄了那么大卷了，身体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皇上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微臣先给皇上开几副补气养血的方子，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，要多进饮食，多休息。这时候谁劝都没用，除非老天爷降雨了。好了，朕没事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。皇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您是一个好皇帝。李太医，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。微臣告退。
场怎么不坚定？不过就是刺了个血，写个经，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？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，哪有那么简单呀？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，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努力的当一个好皇帝，这就够了。有心无力，那也不算是好皇帝。好了，朕得接着努力，写血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好生在这歇着吧。我们是不是结拜兄弟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行了，我上。虽然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那么珍贵吧，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。好，只要心一样诚，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。咱们俩联手书写血经，一定会感动上苍的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龙小弟，你看，我用血抄的，全都抄完了。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朕把自己赏给你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又在乱说话了。我们现在是在祈雨，神灵看到这样，该觉得你不诚心了。那就看看你抄的佛经吧。老大呀，老大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日在第一球楼你不敢往墙上题字了。论到这个书法呀，你还是得多跟朕这个小弟学一学。当然了，你是皇上，你字写不好多丢人啊！我不一样啊，我的字又没有人收藏，又不用去卖钱，写不好没关系，而且神灵也不会这么挑剔的。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走。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伤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。
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无悔的情愫。一会儿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龙小弟，哇！好开星辰望不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光，能否带他上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龙小弟，世的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为天下的黎民苍生做的努力。是的。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认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觉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就因为你的青梅竹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呢？他不会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，你还能接受朕吗？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里，只要你还黄袍加身，只要你还有着东西12宫的嫔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共享一个爱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远支持皇上，那朕现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孩子气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？好皇帝怎么能抢有夫之妇呢？朕现在不想当什么好皇帝了，只想当一个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，
李焕，你！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呀，也真是的。怎么样，得了风寒了吧？谁叫你昨个那么得意忘形的？我怎么得意忘形了？你以为康熙真的是真龙天子啊？你抱着他，还能遮风挡雨、驱寒取暖？昨天那是误会嘛。好不容易下雨了，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忍心推开他？